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哇，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！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！Let's go！ 这边有一个好棒的 booth，packing room， 我们来看看吸引了多少大人和小孩。走。哇，这里面有山羊吗？还有鹅。哇，兔子跟鸡吗？哇，这是什么 ？Pony。哦，哇哦 ，so cute，mini pony。哇，这个小朋友看到大概都出不来了，全部被吸引住。哇，还有小朋友在等待，能够进去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小动物，非常的可爱。兔子，这个是兔子。哦，小兔子呀，小朋友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动物，都爱不释手。哦，那个是小鸡吗？哦，公鸡，各种不同颜色的公鸡，真的非常开心，好开心！今年我们的 Pony Ride 又回来喽。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，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，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？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明年等你哦，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，拜拜。